一次成為咗呢個幫人執屍人，而唔係被執屍人。8
秒進攻，5秒，3秒。藍色天拋3次，17兩分。我 friend 夠18，跟住佢 check in 完，之後我哋再上去，佢唔會嚟咯，因為我哋 book 嗰間係，我唔知點解佢會有條後樓梯上到去佢間房咯，即係佢嗰層有條後樓梯係通出地面嘅咯，跟住完全唔使經大堂咯，跟住我哋就喺嗰條後樓梯行入去咯。粉紅色啊，粉紅色嗰隻。係啊，佢嗰個係二姐嘅。係咯。係啊。時間1分鐘。貼翻網。時間20秒。8秒進攻。時間5秒。